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7000万交保，伊放出来了后，批评讲检方办几档无证据，嘛未来总统分裂国家。主计总处统计，2020年6月底，劳保负债增加到13.5条，一档就增加1.7条，劳工破产的危机搁再引起讨论。调查指出，青少年食安眠药的比例4档内要并倍，可能是电子产品正普遍，造成青少年困眠不足。专家嘛烦恼药物滥用。来看台北地检法院初5裁定，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以7000万交保。郭文地经过思考，早起表示讲，伊同意交保，伊的牵手单飞机就随出门去办交保手续。办院本地按算讲的8点半要派车去看守所带人，也毋过伫中昼12点20分，郭文地嘛已经提前到台北地检法院办来挂电子卡条办出保即交保的手续。民众党的支持者嘛伫办院外口来迎接郭文地。郭文地又讲伊过去这档检方查一档，啥物拢查无，讲这是冤案，嘛指控总统赖清德造成国家分裂。那么来看郭文地放放出来了后的谈话。这个案子在台湾已经纷纷扰扰1年了，请问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所有来作证的公务员都说过程是合法的。你们检察官也不是市政专业，也不是都市计划的专家，所有的公务员都说这是合法的。为什么你们检察官就说这是不合法的？希望台湾因为有我们可以变得更好，不要像赖清德那样，让整个台湾四分五裂。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我同学李文忠，他根本没有碰到金华城案，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在台北市政府了，就为了一通简讯，把他关了11个月。台湾民主化30年，怎么还有这种冤狱？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不要这样，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赖清德，你好好想一想吧。早起郭文地太太陈培基表示讲，说来郭文地是需要一个较安全、平静的环境来处理官司。郭妈妈嘛讲，已经团好火炉，要来替郭文地过温。郭文地出来后，嘛去拜今年2月才过身的爸爸。郭妈妈是讲伊真唔甘伊的后生洪关。律师团一早起来到看守所会见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奉裁决7000万交保伊，经过周末的思考，初步同意交保。跟柯文哲先生说明，关于资金筹措的这个来源柯文哲先生他同意，由陈佩琪医师来办理后续的交保程序。那这一次的交保金其实都是由家人来负责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好让柯主席可以点头同意。听到消息了后，郭文地的太太陈培基即时出门，赶去银行处理交保的手续。伊嘛简单说明讲，经过1年来的拖磨，郭文地同意交保，银行需要较安全平静的环境来面对家己的官司。经过这个1年来的可以说是折磨了，那我的先生需要一个比较安全、平静的环境去面对自己的官司。其实，伫顶礼拜5，郭文地已经裁定停保，不过伊透过律师发声明讲，爱阁签书，即马同意交保。因老母讲，郭文地会去祭拜因老爸，嘛已经传香炉，要甲后生过温。讲咧，说流目屎，唔甘后生的遭遇。习俗都爱按照，按照教人的习俗。另外一个人找1年，我找无。我们希望他平安健康。因郭文地讲限制住所，若要转新店，就要伫裁定的时间，用手机交代1点住所的画面。面对郭文地交保，支持者早就到现场，欢迎外口全是人。民众党嘛动员下晡1点伫北检集合，警方是派出上少40个警力来戒备。到目前为止，北检阁咧研议，敢有要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今年第16号风台塔帕涨形成，影响到香港、澳门和广东的附近哦，对台湾是无直接影响，也毋过嘛影响到南方云系发展水汽是真济。昨下人台北有新北市甲台中的闪大雨、淹水咯，雨会连续落3天，南部花莲台东会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台中以北个中部山区哦，就要特别注意熊熊落大雨。礼拜雨，搁大搁急大水雨也造成台北松山机场的天棚破一空，规大片的茶棚水管拢落伫个土骹，加载无人受伤。台中市西屯区也传出意外，因为雨势太大，造成大树倒去，得到一位骑机车的民众和一台轿车。气象局礼拜暗时也针对家人、新北、台北、台中发布大雷雨和大豪雨特报。台中的太平区这个地方，它的3小时的雨量其实是有来到非常接近200毫米，而其他各地其实也可以看到，像是我们的中部以北地区、大台北、基隆北海岸都有来到接近50毫米以上，或是100毫米左右。受到南方云系影响，这款落雨的形态会继续维持。气象局提醒拜1、拜2这2天，全台伫中昼到半暝这段时间，拢有可能会闪大雨，尤其是北部和各地山区雨势会上大，而且强度会和礼拜同款。这种不稳定的情形呢，在今天到明天左右，可能还是会持续。像今天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中午过后就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短延时的大雷雨发生，那也可能会伴随一些雷击。也那温度的部分，气象局指出，未来1礼拜各地高温普遍伫咧32度至35度，尤其是北部和中南部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岛地区因为天气较无稳定，高落雨，温度较低，伫咧27度至32度之间。气象局提醒民众出门爱加啉水，避免着沙。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市哦，昨暗头啊嘛闪大雨，太平区的溪水是中开中龙路3段规排围墙拢倒去，互民众是真烦恼哦。另外，台中市立图书馆的西屯分区，阁有市区主要的道路甲上宽哦，昨嘛拢因为水排袂赴积水。雨是规趟倒，台中太平区有民众惊落大雨，水淹入去因兜，赶紧贴沙包，不过也是互水冲散去。水太大了，所以直接冲下来了，沙包全部又冲倒了。敢是去翕到雨是真惊人，大水为人家厝边仔的巷仔溢出来，边仔的这堵壁全规个放起，水规个喷起来，嘛影响车路的通行。你看那车驶入啊，吼，逐条沟啊都拢满。后面地势高，雨水绝对是往低的地方流啊，所以整个雨水是从后面往前面。初7尾嘛，台中落大水雨，而且阁雷公死呐。伫太平山区嘛造成灾情，伫中龙路3段这间工厂外口是庄仔的围墙，因为袂挡你水安尼强，头前排规个倒去，加载无牵连到驶过的车。不过居民烦恼，若是阁落大水雨，后壁的地势较悬，惊灾情会阁扩大。砖块跟砖块之间那个水都从那个缝隙里面，就是都不是那种细细的，是很大一直出来，所以到最后会倒的会是这一边。那西屯区市立图书馆的西屯分馆。嘛有民众翕到室内，雨水是沿楼梯一直拼落来。民众讲，这个情形实在是伤寒。市府讲是因为滚水机边的涂骹有漏一个坑，因为落大雨水倒叫全溢出来，车背血管有派人来修理。另外，市区的台湾大道公车驶过的时阵，水嘛规个喷起来，差一点就破到乌托邦的起司。今仔伫一中街嘛出现人空挂的垃圾水规个溢出来，民众讲希望排水的问题爱改善，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桥仔头的教位派出所头前哦，伫初7下晡有车烧弄，是冤家烧骂。警察随去了解，嫌犯看到警察就赶紧要人讲，警方是开枪来阻止，也毋过嫌犯嘛是驶车逃走，佮险啊去弄到警察。伫暗时哦，就抓到一个嫌犯，也毋过阁有2个人还未到案。初步了解，这有可能是感情的纠纷。初7下晡4点钟，高雄桥仔头港围派出所员警听到外口有人喊甲大细声走出来看，发现2台车挡伫咧路中，一个查甫人大力地拍倒边这台车的玻璃，看到员警出来起卡就走，上车准备要人讲。员警看办事毋对，举枪爱嫌犯停车，嫌犯无咧信，警方随开一枪弹着驾驶座的门，嫌犯也是油门大力就走。加在员警闪了紧，敢若手有淡薄刺伤。工商军局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追查。陆续在高雄市左营、
及鼓山区，将涉案39岁陈男、33岁郭男、25岁谢女等3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加重妨害公务、恐吓及妨害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开车弄警察的迄台车车顶拢总负5个人，目前搁剩开车甲落车拍人车门的这2个也被找到。警方已经将案身份通知2人到案说明。警方表示，初步了解是因为感情问题所引起的纠纷。今年3月，严男前女友发现严男带女性友人出入租屋处，而引发争执。昨7日，因租屋处租约到期，要点交房屋时，前女友遂联系朋友们取回物品，而致本起纠纷。小小的感情问题，最后却因为技检开车弄环境愈舞愈大条。警方表示，驾驶技检弄环境的行为已经犯着妨害公务罪，相当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押，也是罚金。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采访报道。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发现，讲青少年食安眠药的比例适当特别偏低。专家是提醒讲，因为西施电子产品真普遍，造成青少年困眠不足，囡仔个成长，所以用药都要特别注意。研究团队嘛呼吁讲，应该提供完善的医疗资源来降低滥用的风险。夜深仔煞困袂去，这是真侪受到失眠之苦的患者心声。最近几年，这个困扰也渐渐出现伫青少年的身上。国卫院分析2014甲2018年的数据，发现青少年使用定情安眠药的比率为2.4%，提升到0.8%。4年时间特别翻倍。国卫院副院长同时也是神经甲医学中心主诊单位检认为，这甲今仔囡仔的生活形态有关系。这个年龄层。在过去一段时间，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说，3C 产品的使用变普遍，所以你可以了解有很多青少年晚上使用这个可以到非常深夜。我觉得它背后可能跟他的生活形态改变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的非医疗使用率继续提升，可能透过同辈处置药物，也是无依照医生方法来食。单位间提醒，这代囡仔可能因为3G 使用普遍，睡眠不足。含是对安眠药的瓦靠，也毋过伫成长阶段服用，那是影响脑部发育、认知甲学习能力，食调调的风险也袂当疏忽。镇静安眠药的非医疗使用，其实也有比较高的风险呢。它也会用其他的成瘾性的物质，比如说酒啦，这款的情况并无局限伫青少年，中年女性同款是失眠的高风险族群。专家单位间指出。定情安眠药只是剂配尔，为青少年到女性的药物依赖，拢反映出生活压力之下温休。社会更加需要完善的心理支持甲医疗资源为高，才会当降低滥用的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城岛的开发案环评已经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也毋过台北市政府今仔是继续来进行土地议价的庭事。自救会是批评讲违法，到现场要求讲暂停，也毋过有赞成开发的促进会到现场来表达讲因支持开发。市政府是强调讲已经搁再上诉了，一切是依法办理。口号是否违法？是否违法？环评撤销。化口号批评北市府违法，协议结果的会期无效，禁建超过50年的时啊，开发案伫前任市长任台通过环评，自救会提起行政诉讼救济。台北高中行政法院4月判决胜诉，撤销环评处分。自救会认为，既然环评互法院撤销，市府采备举行的土地协议结果定数都是违法。坚决反对区段征收以及协议架构，我们坚持要解除禁建。原地改建9大聚落完整保留，以保障我们的居住权、生存权以及发展权。自救会伫人权甲环保团体的社援之下，拒绝市府以开发之名向逼迁之实。也毋过赞成开发的促进会也到场表达立场，支持市府开发。难道说他在上诉中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吗？不是这样子吧？说要整个案子要停下来，这个涉及到。各位记者来过都知道，这个环境超级差的，工厂一大把，荒地一大把。台北市政府也依法提起上诉。那在判决定谳前，环评的审查结论还是有效的，也就是环评的还是属于通过的状态。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依照去蛋征收的相关法定作业程序来继续执行。对此，市府强调，虽然法院撤销开发案的权评，但不过市府已经提起上诉，无定案进程，一切依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人会当参加这摆会议，也会当伫年底进前交交同意书同意开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邦桥的新巨蛋社区有超过8000个住户，有住户开记者会指控讲建商无照度施工，造成上百户向失电咯。伊嘛正烦恼讲电路的问题有公安的疑虑。不过建商是强调讲，拢有经过检测，冇依照台电的天数来施工哦。失电的问题会来检查维修。新北邦桥的新巨蛋社区拍开大楼强电设备回流牌，铁挂顶悬也有进前发生烧拍电混污的痕迹。住户指出，社区近10年来已经3栋大楼前后发生回流牌、接头烧拍电事故，每一摆拢造成上百户向停电，各烦恼是毋是引起公安疑虑？特别早起，住户伫民意代表陪伴之下开记者会，要求政府介入追究建商的责任。没有按照审核图纸施工，回流牌都没有发现有任何安规标记字样，他应该要去找台电，这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跟你买房子的，你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安全的家，我要的就是没有公共危险。如果今天它一旦在里面燃烧起来，我觉得 C 栋可能就是像之前前后会一样，它可能会整个高楼烧起来，而且我们又住在这么高的楼层中，我觉得整个安全上是非常危险的。住户表示，今年2月，佫发现回流牌接头烧拍电烧害去，互121户的住户爱90天轮流断电。住户控诉建商用过报告期做理由，搁再修理。社区最后家己走总200外班家己抢修，搁找机电技术工会来鉴定。住户指出，照鉴定结果发现建商无按照审核图纸施工回流牌，若爱全面来换照审核图纸施工回流牌，工程费爱代票1亿5000万。个案呢，我们的东西都是经过检测的，然后在维修的过程中也有发现有水在里面，所以有可能是使用不良什么东西，经过检验台电程序来做的电的。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们当然也会去做接下来的检查，然后维修。建商回应，当初都经过检测后续结果做检查维修，做好呼吁政府单位介入调查督导。建商也全面照审核图纸来施工，重装安全合规的供电设备，应付住户安全的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初次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佮有飞弹的攻击，战争发生以来规模上大的空袭行动哦，造成一个阿姨仔甲一个妇人计共4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嘛表示讲，已经准备要对罗西亚来展开第2阶段的制裁。乌克兰首都基辅真济所在因看到一直穿乌烟。乌克兰空军表示，russia初次针对乌克兰发动810台无人机甲油腻攻击，数量是战争以来上济，已经拍入747架无人机甲4粒飞弹。基辅一栋主要政府大楼被拍到，总理近日内底开直播表示，大楼厝顶甲较悬楼层受损，佮引起大火。这是 russia 对乌克兰攻击的新变化。为2国战争以来，基辅防卫正严密，却是第一摆有政府大楼被拍到。Влучив у будівлю уряду в самому центрі міста Києва. Ми бачимо наслідки цієї ворожої атаки. Локалізована пожежа на площі 800 метрів квадратних. Наші рятувальник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 官员表示，在全国各地攻击当中有真侪人死亡，包含基辅市中心西边一个地区的一栋高层楼主体，有妇人、囡仔不幸死亡。总统泽连斯基在中部的故乡有3基础设施也被攻击。Заяви лідерів держав, інституцій були продовжені сильними діями. 北京官员形容这个攻击是让人家失望，川普表示会对 Russia 施加更加强大压力。Are you ready to move to the second phase of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or punishing Putin? Russia 国防部表示，已经对乌克兰军工复合体加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军火库已经受损。这摆攻击启用精准飞弹、无人机等锁定真济军事目标，佮强调所有锁定目标拢用拍到，无针对基辅市区内其他目标，以所后人直接攻击政府大楼。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日本首相就破布初七宣布辞职。今年7月国会选举自民党是输甲真惨。面对内部压力，就破布是表示讲，为着避免党内分裂，望讲会当继续来推动改革。这时阵是一个是上好的时机。
この度私は自由民主党総裁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中政府甲一年的日本首相就泡沫初七暗时开记者会宣布辞职，各地检事长新山如表示，要马上开始选出新总裁定数。まさに国難とも言うべき米国関税措置に関する交渉は、私どもの政権の責任におい道筋をつける必要がある。このように強く考え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先週の金曜日、投資に関する日米了解覚書の署名が行われ、米国大統領令も発出をされました。昨日帰国した赤澤大臣から直接報告を受け、私としても一つの区切りがついたと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私どもの政権とトランプ政権との信頼関係のもとに成り立った合意でございますので、私どもの政権においてその責任を全うすべきでありましたが、このような形になったことは実に心残りであります。这月自民党伫参议选举惨败，就泡沫认为家己爱承担责任。即马比一关税谈判已经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伊选择伫这个时阵施政，希望能停止党内分裂的危機。次誰がな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の不安というか心配の面もあります。これだけいろいろ税金のこととかそう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んで、皆さんが暮らしやすい。就泡沫表示，希望下一届政府应履行对国民责任，愿意交予新的领导人。伊伫7月参议选举设定的50席目标无法度达成，执政联盟2县拢失去过半优势，是自民党创党以来第一摆，党内逼宫的声音也真严重。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南韩现代汽车的电池厂，和美国移民署国海关进行调查，有475个工人被拘留，大部分拢是韩国人。南韩政府宣布讲要派专机去甲工人接回国。美国是强调讲，这是打击非法移工的行动，会个扩大执法。大批工人向要求排队接受超新股。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动员数百名工员，突袭位于乔治亚州由现代汽车甲 LG 新能源合资的电池工厂。刘面亲像军事行动，总计尾有475人被拘留，其中有300人来自南韩。代志引起南韩的惊吓，青瓦台表示，甲美国交涉了后，已经达成共识，会派出无机接回被扣留的工人。 구금되어 있는 근로자들의 석방 교섭이 마무리되었습니다. 다만 행정 절차만 남아 있고 이 행정 절차가 마무리되는 대로 전세기가 우리 국민 여러분을 모시러 출발합니다. 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支持 ICE 的行动，强调这些工人属于非法移民，当局只是依法执法。也不过，伊也释出善意，表示愿意检讨产业培训甲校快引进专才管道。我强调这件代志并无损害伊甲南韩关系。We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You know, we just made a trade deal. But I'm going to look at it because I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they're saying. 除了签证甲拘留，部分个别者也压出厂区内的劳动环境存在记录。外界烦恼伫追求经济效益之下，劳工基本权利倾向互牺牲。 It's not just because about the workers that are here. It's also abou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workers are treated by the companies that are in there. And you know, nobody in America should ever be treated like that or have to work in these kind of conditions. 美国媒体分析，这摆突袭现代只是开始，外界点名边境刷防后半推动的政策代表移民执法，会扩大到更加侪跨国企业。就算这个企业投资数百亿美金的投资，也无法度合面。这场突袭行动，和南韩甲美国的经贸参外交关系搁陷入可见。当美国一手诱惑外资，一手强硬执法。 安怎平衡经济利益甲移民政策，会正做相比后一步爱解决的难题。公视新闻地为您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副总统萧美琴今仔主持顺丰南花莲南的交准仪式。花莲南某未来会负责伫东部海域巡河。今仔嘛举行海巡署第5只1000吨级的顺丰南的落水仪式，嘛甲伊号名叫平平湖南。副总统嘛强调讲，会继续来透过国南国造，强化国家安全。 请往上揭牌。现开报报，副总统萧美琴正式回现河CG1007海巡第5只1000吨级顺丰南号名平湖南，了后阁进行落水仪式。请直评。
仪式由海巡署长张忠罗负责李文玲启动，象征代表所有海巡兄弟的眷属。前副总统强调，亲人支持是海巡兄弟背后上坚定的力量，向眷属致谢。也讲到和平是需要守护的，继续各人各族影响化国家安全。面对国际情势的风云变幻，俄乌战争、中东冲突，都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小美嫌伫花莲南驾驶室外口向大家握手，花莲南交南了后，就半交予海巡署同机队部署伫东部海峡。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除了慰勉海巡兄弟，也讲到花莲南原本是第一只海巡爱下小海船，不过伫欢迎通过对港互算，无需要下小路。在追加预算还没有追加回来之前，本来是我们第一艘要开始赊账的船，总共有7亿多必须赊账。现在追加回来了，在海象风浪5级的时候，还可以持续有效提供直升机安全的起降。它也具备了这个夜间海上搜救的能力。花莲南有中科院开发的近海火箭弹武器系统，20支炮遥控镜塔，高暗水炮顶，也有红外线及显像机，应增加夜间搜救能力。根据海巡署的规划，青铜级巡防舰总共会起6只，目前已用4只交艦，按算会伫112年应全部交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保恐惊会愈见破产，主计总处统计，到2026年的6月底，劳保的负债可能会增加到13.5条，甲2024年比起来，一档就增加1.7条的负债。专家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口老化、少子化，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劳工团体嘛建议政府设主权基金进行劳保改革。劳保破产的记录增加，主计总处公布115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统计讲到劳保稳定负债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爱负担法定给付的义务，到2025年6月底为止，增加到13.5千亿，一年来直头增加1.7千亿。物价到多少%？ CPI 到多少%？委托的精算单位，他们通常就是假设的那个参数会用比较高估的方式去假设，其实你事后去检验，跟实际状况都有蛮不小的落差了。第一个少子化，那少子化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入职的这个人口他就少，相对的，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碰到婴儿潮时期，请领的人多，可是相对的缴的人少。劳保稳定的负债直头增加，嘛连带加关各级政府稳定的负债有到20.5千亿。专家分析，主要甲人口结构高龄化、甲少子化有上大的关联。另外，物价指数嘛为过去0.9%加关到1.8%。老年年金的给付对通货膨胀大幅度增加，整体支出的速度是远远大过收入。应该政府要仿效挪威养老基金的模式，成立所谓的主权基金。那它的财务来源有很多，包括去课征富人税，那包括从其他税收的部分来挹注。专家认为，讲劳保面临结构性的问题，一定要改革修法。不过嘛，需要主权基金来支付需要的资金。专家提醒，目前经常性薪水已经有到4.7万，不过劳保的等级相关敢若4.58万，若无应用的措施，劳保的问题恐惊真难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一寡做机械设备出口的传统产业，因为美国扣对顶关税影响，8月底开始有5间工厂申报减班停困。县政府是表示讲会协助辅导厂商申请补助，也是暂停。工厂的生产线按照订单来制作机械的零件。嘉义县这种主要生产工具机械出口的厂商，受到美国对顶关税贴原本税率的影响，自8月底开始，嘉义县内有5间厂商，计共118人申请减班停困。实施减班休息的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制造业。那制造业底下的这个所谓的金属机电制造业，那最常见的就是工具机产业。咱唔是100%拢销美国，抑搁别去，迄拢无关系。但你汇你个母咧是全世界拢有关系。啊，你政府要甲人谈判？你连招一只厂商来做咱迄个问题都无，啊，干那你家己去甲人讲，啊，你也毋是生理人啊嘛，你哪知影讲步数要怎讲？
嘉义县路清楚表示，受到关税影响，地区减少出口的订单，业者要申请减班停困的省能力，需要先甲劳工协调。目前县内有400间相关的业者，拢已经有掌握抢伤的状况。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来减少工作的时数，那这个前提一定是要劳工要同意才可以实施。那实施这个减班休息呢，也不是说就可以企业就可以不付薪水。那最低你还是得给予劳工最低工资的这样一个保障。罗清楚指出，针对申报减班停课的劳工，会提供就业安全网的资源。若是有需要，会来辅导厂商申请相关的补助甲转型计划，嘛会甲厂商的需求向中央来反映，希望降低相关业者伫关税当中受到的影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收支的调查，其中食食的费用是占整体消费支出的2%，高雄是搁比平均较悬，将近3成。这嘛显示讲高雄人可能较重食。有民众嘛表示讲因逐个月至少会开15000块到2万块伫食食顶头。店家10点半才拄啊开店，就有民众陆续来买白骨饭。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全台家庭饮食费占整体消费支出平均是27.74%，高雄比整体平均悬来到29.68%。我3城的饮食支出拍败美食之都的台南，是大道中上重视脆食面的城市。看身材就知道美食就是爱吃，不然高雄统计6都里面最胖的。15000块哦，1万块哦，系啊，迄摆物件大细啊，物件贵啊。菜好食，酱料咸芳啥人，人客一买都几啊分。未少民众表示，饮食部分一个月爱开至少15000至2万。路上附近也无影响想买食的冲动。我想吃什么就特别吃什么。哎呀，如果真的疯，你就跑去仁武买仁武烤鸭。久久啊嘛，都爱食一顿啊较好的啊，台南啊，啊是东港啊，食海产就走去东港啊。那这顿冰品点心也袂当少，烧热的天气，和莲花寮市场的串冰店透早人客都一直来。有人认为台湾人普遍爱美食，也有人佩服高雄人对这的顾忌。好像比较少一点呢，因为就是台北好像美食比较不多。食各种美食甲手吃茶是一种享受，也毋过对食伤顾忌，也可能反映伫身材。高雄大考率同款是6都第一，为了避免大考问题影响市民健康甲城市发展，高雄市府恐惊都爱想办法，让市民活得更较健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今年中秋屏东的潮州就利用当地饲的泰国蟹，要来设计泰国蟹料理来办桌。一道至少5斤的蟹啊通食，嘛邀请5个在地总铺师来设计菜单。一道是6000块，要办200道今仔早起开放订桌，就得要订满咯。甲虾啊等落去鼎内，含蒜头、番姜、盐水做伙炒，冰几下了后。刷落来，甲5柳枝的温料倒入去搁炒，互泰国蟹入味。一出当初雷蒙泰国蟹，就会使准备器材。屏东潮州是国内饲泰国蟹的大乡镇。今年中秋节举办大会菜的办桌活动，每一道10出菜，有3种无同的泰国蟹料理，一道总共有5大斤左右，要互民众食好欢喜。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话，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比较酸甜口味的那个泰国虾，这样子料理起来口感也不错，也比一般的那个煮法。屏东潮州的赛新蟹拍开知名度了后，电工所今年邀请地方5个总铺师设计用泰国蟹料理办桌，一道6000块，按算要开200道。初8开始会使订，到11点左右，电工所统计已经订超过5成。考虑到环保的一个问题，跟一些油烟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年特别改变方式，采用会炒的一个方式，圆桌的方式来做处理，让各位乡亲或者是来潮州的游客可以共同来享用美食。电工所讲，前几年拢是用烘卖的方式，但因为今年活动办较大，惊造成空气污染，所以改用人道的方式，邀请民众10月初4中秋节到潮州食泰国蟹。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2025年双十国庆的宴会要伫南投，县政府按算要伫南投市的马路溪来办。县政府16暗时买来先试放3分钟到5分钟民众是真期待。
2025双十国庆宴会伫南投，选定马路溪边的道济禅寺做即届释放宴会地点，嘛已经放高空家规咧宣传。官府拍算9月16暗时8点会成释放宴会，起放超过300粒，时间大约3分钟到5分钟，来较近观礼台以及山顶观赏点的视觉。有民众感觉真期待，嘛有人烦恼交通的拍角。 唔知有其他的所在会使去无？因为迄天一定人足侪，车嘛唔知要放搭。交通的问题，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会使做一个真好的宣导，要入场嘛真好入场，啊要结束的时阵，大家要倒去厝嘛会使真平安。南投县政府表示，初步规划伫咧南投市夜景大学、南投往来产业园区这所在设观赏点，并且伫草屯民间南投市设专运接送站。 到时会调超过200台游览车来接送。烟火9月16日释放的这一天，还有10月10日哦，伫咱会展中心附近哦，拢会交通管制。咱县府甲南投市公所有选定2个高处观赏点，底下咱嘛有规划相关的市集、个小舞台。 南投县府指出，16暗释放宴会迄天嘛会实施交通管制，会禁止人甲车入去管制区，请民众爱配合。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 来看台中市正义大学附近的北势东路，市政府是比较风格上宽哦，伫路径来画标线型的人行道。也毋过民众所发现讲上矮只有20公分尔，实在是上下嘛。正伫多维好的绿色铺面，民众闪来闪去，大学就要开学。台中市刷到正义上宽北势东路，伫路径为标线型人行道，毋过完工了，煞互人一直批评。 天笑就牛，上下所在，敢若20公分，加上边就是后向内停车所在，那一个人要通过，拢感觉是真矮。就是感觉这样走，然后可能会有人突然开门嘛。已经就剩下一点点了。会觉得很危险。对啊，有时候老人家走路不是很好。 会撞到那个地方啊！台中市府伫当地推行标线型人行道，范围是北势东路、北回北中东街、南到东兴路56巷，差不多500公尺。施工期间，野出登发路口标线将近90度，加点头连续反对点证据。完工了，民众发现原本规划0.9到1.2公尺宽人行空间，敢若5分之一因为施工真凊彩。用工处表示，甲道路占用有关系。发现有违章建筑、延伸物及占用道路障碍物等情事。 已向住户及商家劝导，部分已配合自行拆除，余由区公所依规查报，限期改善。政府强调，施工过程发现有点头的空心砖，电火车这路障是违章建筑延伸物加占用道路障碍物，已经向住户加点头宽度，会由沙拉区公所照规定查部要求限期改善，按若无会听掉。记者综合报道。 宜兰县哦，即几档设袂少的智慧停车格，所发现有民众为着要省钱停车的时，车子停入去一半，想讲会当偷食步，袂去防收费。县政府是表示讲，只停一半系统确实是无法度感应，也毋过这是违法的行为，等到会防开罚单。民众甲车停伫智慧停车格，车身煞有一半停伫外口。 宜兰县市区真侪路边的停车格已经改做智慧车格，煞出现真侪亲像安尼，车身有一半停伫车格外口，因为民众认为安尼停车系统就袂发生作用，免纳钱。要停就好，停无你又违规，那车有啥物错？你既然要用到那个停车格，就是要付费，因为毕竟宜兰好像都有给前几分钟免费。民众讲袂使安尼停车。 因认为安尼可能会造成塞车，也是发生车祸。实际来到智慧停车格测试，发现亲像安尼，把车停伫智慧停车格10分钟，有影免纳钱。宜兰智慧停车格的收费，拢是靠路边的智慧条迄车格内的车牌来算时间收钱。县政府讲，若是民众干那半车身停伫车格内，智慧条点影机，若是因为角度无翕到车牌，就无法度收停车费。 请我们的厂商再去检讨整个智慧柱判别的这个范围那当然也避免误判影响到民众的权利。县政府讲，不过车身无规个停入去车格内底，违反道交条例，会当照无同的状况罚600也是1200块，会请警方加强稽查甲处罚，嘛请智慧车格业者检讨所谓智慧条判托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桃园市的电动汽车，今年已经超过1万台了。市政府的交通局嘛，按算讲要伫154个公有的停车场设858个充电条哦。9月开始有71支慢速的充电条会先营运，快充是按算11月来启用。停车场无车来充电，充电器徛伫遐用先生。桃园电动小客车按去年7月7789只，一直成长到今年7月底，增加到11491台，占全市789890台小客车总数的1.4%。桃园市交通局伫今年9月新启用26个公有停车场，71支慢充器，民众团讲每一度就要收9块，有塞车的民众认为安尼收费伤贵啊。离峰时段去充的话，相较之下会比较便宜一点。真的很没有电才会选择在停车场充。在停车场的话，还有一个停车的费用，车友来充电的话，是不是对于这个停车费用，能够稍微调降一些、减免一些？针对慢充电位车主话贵，还有停车充电分开算钱，希望充电的时阵会当减免停车费。交通局回应讲，头一波已经使用26个慢充充电器，快充有加11个使用。分别由台达电甲华盛电能2间厂商负责营运，照行情甲营运的需求来定价效，各设定收费的相关限度。费率是由业者参考市场行情及营运需求去制定，但不可以超过本局规定的慢充1度9块钱上限，那还有快充1度12块钱上限。交通局讲，目前总共伫154个公有停车场安设858支快慢充充电器。陆续当咧启用中，路外停车场充电器数量已经到总数的4%，后续会持续观察充电器的使用率，若是无够用，会陆续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国光客运车北开始，台南、高雄、有屏东等各道路线停驶了。云林路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嘛结束，西里线会交予统联客运接手。有民众是反映讲哦，未来就爱改到西里交流道附近去坐车是真无方便。望讲统联客运卖当来西里转运站接送人客。车北透早，民众去西里转运站摕国光客运来回票来退钱，因为为车北开始，国光客运台南、高雄、甲屏东等各道的路线全面停驶，同时嘛结束西里转运站的经营权。那西里的路线即时开始，会换统联客运来接。这个一个记忆，从小到大的记忆。今天最主要是来退票。对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比较就是在那个外县市会比较不好搭老岁仔人较无要坐车有袂少乘客专工伫咧上尾一天的尾班车来到西里转运站见证甲翕相。西里转运站从2013年启用，由国光客运经营。即马南部8条国道的路线停驶，嘛退出西里转运站的经营。地方的民代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予其他的客运来遮进驻。会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空下来，也可以去媒合一些其他的客运，比如说像是统联客运，他们也可以愿意进驻。我们必须到统联的那个站址去搭乘，离这边的转运站是有一段距离，那民众也有反映说不大方便。那据说，这个西螺镇高工所跟那个县府会在协调，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当地民代表示，国光西里路线由统联客运来驶了后，坐车的地点会改去西里交流道附近统联的车站，离市中心超过1公里。地方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到3天，予其他的客运来进驻，或者是安排部分的车帮会当入去到市区，予民众坐车安全佮利便。云林县府交通管制工程局表示，会邀请相关的单位研议可行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油伫台南市阁有4个天然气站，2023年矿业法修正了后，量电力甲关电力的里面得当领1400块的现金补助，对今仔早起9点开始领。透早关电社区活动中心头前的广场排队排甲叉，大家拢是为着要领1400块的矿山回馈金。意外之财啊，感觉足好的安尼啦。天然气里边加恁袂影响到。没。回馈乡里是很好的啦，刚好因为立法院有通过矿业的一个条例嘛，所以我们在地的
居民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我们非常高兴啊！经过了解，因为这个回馈金大部分拢是透过社团去甲中油申请补助，加上无标准办法，嘛无固定，有寡民众认为无公平，这回该全面发放，民众话声支持。社区分好，妈妈教室分好老人会，这样就只有这些参与的人可以享受到，现在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有福同享啊！中油这阵伫台南市也有4口天然气站，分别伫咧关田区的量电里甲关田里已经运作20天。虽然以里的范围来发放，不过伫咧气站边仔咧种植的民众怨叹，因为户口无伫咧遮，无法度领。有危险性啊！可能这驾驶路也较唔好啊。嘛是烦恼讲这里这附近过来啊，下一个啊，下一个啊。85% 要回馈给我们的里民呐哈。然后这次的那个条件是112年有涉及在我们关田里跟农田里2个里满1年，以及那它的金额划换是每人1400元。伫去年10月份公布矿山管理金的回馈金发放办法，这回是头届修法通过了后，正式发放回馈金。所来政府计普发1万块，这事先发钱，嘛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意外之财欢喜。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花莲水尾乡的文旦3天前，因为和中国政府检查到虫害佮药检的问题，禁止进口。花莲县政府经过这几档的辅导甲改善，今年总算通过检验，会当搁再出口中国咯。甲火柜开开，内底一箱一箱花莲碎碎的文旦，拢是要销去中国的。甲养过无共的是，一箱10斤，较早是32左右，今年加关到420块。非常好啊，因为去大陆的单价比较高，然后一次数量又多，对我们农民是很大的一个福音。介绍的加关主要是因为花莲县府3年前因为文旦油、虫害甲农药检查的问题，去互中国禁止进口了后，就开始调整甲改善，消磨的骹手甲精神袂少。今年通过中国官方的检验了后，加做台湾文旦的产区内底唯一一个会当销去中国的。官方嘛头一届甲全球真出名的小卖商合作。花莲县农会在今年主要就是透过2个贸易商进口到中国大陆跟香港预计会有总共25个货柜。那主要的通路呢，也是属于大陆沃尔玛、山姆会员的高端消费者。因为风台严重酸糖麻豆产量减少，所以这届花莲的文旦加做市场的头一个选择。今年唔但销去中国，也佮有扩展其他国家的通路，希望会当增加国际能见度。国内的市场之外，我们也积极的在国外来寻找通路，包含今年除了今天的这个对岸的启航仪式之外，我们也出口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国家。依据花莲县农会统计，为8月底到9月初，已经有30外个货柜的量，准备要销去海外的市场。水水乡农会表示，今年文旦油出口的量大，嘛带动国内市场。目前市面上10斤一箱的文旦油，价售差不多750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东横国小的少棒队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摕到冠军，昨晚办游行来庆祝。加少年选手嘛去挂骨干，加要退休的球星林志胜来活动，代表世代的传承。徛伫观光巴士顶边欢喜的下国旗，台湾的少年选手看到有规定的亲戚朋友甲弟兄，真热情咧甲因欢迎。乌印的面景夜悬悬，气氛是真闹热，现场大声欢喜的发休，大家拢欢头喜面迎接咱的台湾之光——台北市东横国小少棒队。台湾之光，东岩国小，震震震，锵锵锵！当年少年选手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一声就摕到冠军。公营回来台湾了后，找一个客选游行，闹热起鼓，对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出发。上尾一站伫大巨蛋是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大师兄为我们一直希望借我们离开的日子呢，把爱的棒球力量传给下一个世代。配合职业球星林志胜，上届最后一届大师兄的引退比赛进行，甲小英雄共台活动，代表世代铁腕继续传承棒球棒。公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送奖牌，很多球迷来看我们，帮我们加油，然后很开心可以坐在车上这样游行。很开心啊，可以被那么多台湾人这样子在大街上这样被那么欢迎。
罕至的一场游行，让一寡少年选手永远记住条体验，因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尤其在这场比赛了后，投手林进斗也讲，上晚上大的改变就是连在国外都会有人来讨签名。我们今年有这个荣耀，可以站上所谓的游行的列车上，在车上看到还是有很多市民都替我们招手，这对我们基层来讲是一种鼓舞。东国小为咱的国家争取公赢，让29年搁再甲冠军摕回来。这届游行也让现场民众做伙为台湾的一寡小英雄赞声，分享这份公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职棒候补人王林志胜连续3天伫台北大巨蛋办退休赛，将最后一场比赛一共出一支1分的候补人，伫职棒计共是共出305支的候补人。赛来伊会在加做教练，继续为基层的棒球来打拼。在最后这个时刻，谢谢我自己。在引退仪式发表感言，中华职棒全队打王，被全领队球星林志胜感谢对家己讲辛苦咯，挡袂掉感动的目屎。从9岁打棒球，打到现在43岁，34年，我没有不舍，我很感谢棒球给我的所有的东西，给我的家庭，给我的家族。很好的回报。也感谢一路帮助的人，包含桂兴昌、蔡其昌、刘宝佑、高中良、洪一中、蔡群忠、吴福连等。赛后影片内底也有真侪人对伊送祝福。有8伫12强开放的对手古巴教练梅萨，甲经典赛攻出安打的一本强投，殿中奖台。此刻在一垒，我们要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来宾，要陪伴林志胜，也就是他征战多年的老队友，一起来欢迎一垒手辣爸潘宗伟。引退仪式中，林志胜找队包过去来6时期老队友，包含潘中辉、赵志伟、中宪当年成就连线完成最后一摆上杀手臂，林本蕊将所有的球具扛出来，象征结束球员生涯。拜至引退系列赛最后一场，林志胜拍第6棒守一垒，领队前3局就摕到10-0领先。伊前3摆一场无攻出安打，6局下半一出局，伊要将全垒打纪录给跳悬。这个球出手来看一下林志胜左外方向的飞球，距离够不够远呢？这个球全垒打！生涯最后一摆比赛，伫最后一个打击机会，生涯全垒打数更加喜，有305支，继续稳坐中职全垒打王。这支全垒打也是林志胜大巨蛋首封。那伫中职15个球场拢落开封纪录，而且为新人开始连续22年拢攻出全垒打。经这个比赛了后，特别邀请歌手林惠美现场助阵，伫大巨蛋唱313美顶经典歌曲。3场引退系列赛有106316人进场，加车中职3连战进场人数升悬。斗阵个别中职传奇球星，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